BFS DSE 2021第4題，咁呢題咧有40% 咧嘅人答啱嘅。咁咧呢一題其實咧就冇乜特別難處啊，係大家咧可能未必留意到，其實佢講緊咧嗰啲嘅現金流入或者現金流出咧係喺幾時發生啫。咁大家要留意咧，可能我哋平時睇開啲題目係就講年尾啦，咁呢度係年初嘅時候，可能大家就會打咗個突啦。咁其實年尾同年初咧只係1秒之間嘅啫。咁所以咧，第2年嘅年初咧，其實即係第1年嘅年尾啦。咁而第3年年初咧，其實係第2年嘅年尾。咁項目終結咧，就係呢個嘅第3年嘅年尾。我哋睇下咧，其實咧喺呢一個嘅第1年嘅年初咧，我哋就有現金流出7萬蚊，跟住咧第2年嘅年初或者第1年嘅年尾咧，就有25,000蚊嘅現金流入。到呢個第3年年初或者第2年嘅年尾咧，就有35,000蚊嘅現金流入，去到最尾咧就有2萬蚊嘅殘值。咁我哋畫翻條時間線先啦。咁記住咧，而家其實就係第1年嘅年初啦，就有7萬蚊嘅現金流出。咁喺呢一個嘅第二年嘅年初或者我哋叫第1年嘅年尾咧，就有25,000蚊嘅現金流入。咁到呢個嘅第2年年尾或者第3年年初咧，就有35,000蚊嘅現金流入，而去到最尾嘅時候咧，就有2萬蚊嘅殘值。咁如果咧大家畫咗一條時間線之後咧，就可以用翻平時嘅方法去計翻呢個正現證出嚟啦。咁大家撳一撳計數機咧，就知道答案係 C 㗎啦。